不想把王老师从潘老师身边夺回来，因为你看到潘老师现在已经变成那个样子了，是不是？对呀，我怎么把他给夺回来呢？潘老师那副样子了，我要是夺回王老师，我岂不是太惨无人道了吗？是，所以你就选择了逃避。我这算逃避吗？你这不是逃避吗？嗯？我告诉你，雷珊珊，你现在应该做的就是找个地方好好的冷静一下，想一想，你到底想要什么。谢谢。又跟我说谢谢。你呢，最好能告诉我，现在你最想要干什么？现在，我想干的事儿多了。我奉陪到底。我好饿。我想吃蛋糕，吃巧克力，吃冰激凌，吃棒棒糖。什么饭都没吃，吃那么多甜点对身体不好啊！唐僧啊你啊，我又不是你的孙悟空，你少管我。哎，据说唐僧和孙悟空，那才是真爱。呸！呵。看来你陪很多女孩解压过嘛？嘿嘿，也没有很多吧，也就几个吧。你给多少女生当过备胎啊？雷闪闪，王氏，我看你人挺好的，怎么就没个女朋友呢？你管得着我吗？我干嘛非得有女朋友啊？你不会是不喜欢女生吧？我不会是个 gay 或者是个双吧？要不然我把 Mike 介绍给你。谢谢。哎，干嘛生气啊？开个玩笑都不行啊？这玩笑好笑吗？我要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解压方式。奉陪到底。你好，你需要什么？啊，我要树莓巧克力切片、香橙巧克力切片、cheese 蛋糕、香蕉泡芙、草莓泡芙。我跟你吃得了吗？你女朋友吃不了，你可以帮她吃呀。5个全都包上，他不是我男朋友。还没追到手啊，加油！加油！可芳，回来了啊！可芳。别怕嘛！哎，别激动，我是启明峰，我叫大伟。
憋不住了。你接电话。哎，可棒，你今天还回来吗？可能吧。那要不要我去接你？不用，还不知道几点呢。冬眠这还有点事儿，我陪陪他。那行吧，那我在家等你吧。好吧，拜拜。又拿我当挡箭牌。天天缠着我，烦，不想回家。跟杨大伟挺好，大伟是挺好的，可是两个人长期在一起，有一个人总处于上风，不好。你想造反啊？那倒也不是，但是我就想让他知道我什么时候是高兴的，什么时候是不高兴的。今天谢谢你啊，为了表达我对你的感谢，我准备晚上请你喝一顿大酒。好啊，去哪儿喝？去哪儿喝都行啊，你定吧。我想想啊，咱可以去，那是齐民峰吧？好像是。哎呀，我去！哎，干嘛？我电话呢？电话这呢。哎，干嘛去啊？你把东西给我放回宿舍啊！喂，冬眠，你赶紧躲起来！怎么了？齐民峰来了。哪儿呢？他正往会所那边走呢。我看见他了，怎么办啊？可风，齐民峰来了，你快帮我顶住！哎，我怎么说？随便发挥你的想象力，快顶住！怎么办？你们两个顶住！我俩不行！别跑！我让你说，你来，你来！玩的够嗨的。可风，冬眠呢？啊，冬眠，他回市区了。回市区了。我听说他病了，没事吧？啊，病了，但只是小感冒，我们3个能照顾好他。他真不在，绝对不是假不在。哦，不在就算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让你告诉他联系我，说了吗？说了。哦，冰峰哥哥，其实女人拒绝别人真的没有那么明显。